今次介紹的學習小工具，可用來幫助小朋友英文識字或默書。在愛書媽媽的創作空間選英文默書工具，網址放在留言。第一步，簡單設定，選小朋友喜歡的介面配色，輸入生字，調整語音如語速、播放次數，以及設定 vowel 和 consonant 的字母顏色。第二步，學習生字和串字。字的意思，系統會照輸入的生字，顯示相關的 emoji 或 pictogram，幫助小朋友理解字的意思。字的拼寫，畫面會以不同顏色區分 vowel 和 consonant，同時提示該字有多少個 syllable，幫助小朋友拼讀生字。字的發音按 hear， 可聽生字的發音按 syllables， 可細聽生字各 syllable 的發音。串字練寫按 practice spelling， 可練習串生字。第三步，綜合練習。學習所有生字後，按 Go to Quiz， 便可綜合測試 spelling、meaning、letter sound、syllable。就是這麼簡單。